女士、各位先生，欢迎您今晚莅临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观赏心所爱的文夏纪念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是由指导单位文化部、主办单位台湾音乐文化国际交流协会、协办单位财团法人桂田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促成。音乐会召集人朱建辉，视觉总监李明道，节目监制赵家驹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为维持良好的观赏品质，请将手机关闭或转为静音模式，谢谢。心所爱的文夏纪念音乐会，现在开始。我以前感觉足幸福的，有这个好的家庭。好的太太，好的囝，还有这好的朋友，好的观众，我的歌迷，我足感谢。但是，我生活底也是天顶上帝，佮这就是我最爱的人。咱毋是人，神上帝就是也好啊，谢谢。来了，阿曼，这边唱哈。十八姑娘。一蕊花，面貌优美，真迷人。红红的嘴唇，可爱呀，粉色的嘴。阮这水豚人，靠大声来！十八姑，一蕊花，一蕊花，较咱来做阵唱来，下来。
的老酒味，伴阮想着你，心着阿哥阿妹上倒呢，心着大酒丝。十八姑娘一蕊花，一蕊花，美丽青春无离看，无离看。老哥若年大，唔通老，唔通老，老来老去，老来老去变阿婆。来来啊！十八姑娘，一蕊花，一蕊花。十八姑娘一蕊花，一蕊花，美丽青春无离换，无离换。姑娘若年大，唔通老，唔通老，老来老去，老来老去变阿婆。十八姑娘，一蕊花，一蕊花。来，请这个永杰莲花下欢迎民谣大师陈明章老师，也谢谢淡水走唱团老师厉害。对，今天非常欢喜有这个机缘啊，用这个机会伫咱北流中心的演艺厅、表演厅来做一个表演。对头先这个歌曲《十八姑娘》是十八姑娘，这引起的小姑娘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迄个姑娘真正好水，有人讲伊真美丽，阮可以做人真的为，因为这款对人，加添着伊的可爱，虽然是全无希望，该做朋友为怎样？为怎样予我接受迄个小姑娘？会晓唱的斗阵唱好无？会唱的一起唱哦。哪一季唱到？头上白条一条人来拢伊问，谁袂到摇摇人？有时阵伊也归心，轻轻微微笑一个。虽然伊不是真心对我礼微笑，为怎样？为怎样要你想伊？伊个
大一个想到半暝，想到比月光，无朋友所有的心情，好好的对伊心情，全的无理睬，啊慢来吐出心事，为着伊一个，因为伊予阮希望，迄个笑容。
前开始，阮的表演有欢喜无？好听无？好听拍鼓啊！拍鼓啊！爱尖叫，搁一个尖叫。哇，袂歹呢。但是过来要唱的这首歌，互阮三个淡薄仔尴尬。为什么会尴尬？安怎讲？因为等下咱要念的迄个口碑，咱三个做伙讲淡薄仔怪怪。袂啦，那怪怪，即摆多元。所以我一时忍不住，所以从伊去死的啦。啊，嘛个其实嘛知影，伊嘛知影呢。是因为，等下，是因为伊毋是为着悲伤来好的。啊，对啦，是因为受过头欢喜的啦。谢谢，谢谢。在1928年的春天，一个囡仔伫台南麻豆出生，伊的名就叫做汪水和，就是咱熟悉的文学老师。伊的一生经过日本时代戒严，到即马的民主时代，伊创作超过1200条的歌曲，佮有演过10几出的台语电影。伊的一生就是咱台语歌曲、台湾流行文化的历史。伊的创作就是咱台湾重要的资产。文化老师的创作，真侪拢是用咱台湾母亲故乡做主题，亲像红阮的故乡，妈妈请你也保重，妈妈我也真勇敢。伫过去迄个
无自由的时代，这个台语歌曲虽然受到当时政府的拍压，但依然唱出足侪咱台湾人的心声，尤其是迄阵无法度转来的海外的台湾人。文学老师有讲过，伫台湾袂当唱台语歌，是伊这世人上痛苦的代志。我嘛要甲文学老师讲，咱即马已经会当自信、勇敢唱台湾歌，创作台语歌。咱会继续合力守护台湾的民主，维护自由创作的环境，让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自由自在做家己欢喜的代志。多谢文学老师一生对台湾的贡献，多谢大家。尤其文夏四姐妹合唱团不只是空前轰动，在1962年，文夏老师当时拍摄了《台北之夜》这部电影，开启了随片登台这样的荣景。从1962年一直细数到1972年，这几年当中，龚迪老师以主演11部的台语电影，不仅是宝岛歌王，他更是宝岛影帝。在场的所有嘉宾，咱是做伙来参加的文夏老师的庆功宴，伊最爱参加庆功宴的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用比较开心的心情来完成今天的纪念音乐会。要谢谢幕前幕后很多工作伙伴，他们真的忙了非常多天，是不是请大家给所有的幕前幕后工作伙伴为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，非常的辛苦。酒友。而且每一位成员跟文夏老师更是情同父子般的情谊。今晚的邀请所有朋友，是咱一个破声来欢迎真实派这几位党的，因就是董事长乐团。阮是董事长乐团，带迄首歌叫做《快车小姐》，较 rock， 大家可能较少听到，是文夏老师真 rock 一首歌。
伊的形影。世在世间，只有一次真情的情爱，怎样会袂记？夜夜在梦中，再会故乡啊，再会啊。什么人想要做着我的爱人？也是个面对一个可爱的小姐，也会互我想起可爱的迄个笑容，有你我的人生。我就是可爱的人，无心的男人，你若在讲心甘，你也无拢会伤。你敢会想要做着我的爱人？会叫你早日互我真的情人，也会互我想起可爱的迄个目睭。我是爱我就是可爱的人，青春的男人，相信一家伙打拼做工，你也无拢会伤。什么事会做着我的爱人？希望你敢听到我话，你来做伴，也会互我想起可爱的迄个小姐。我的宝贝。谢谢大家，再个大家，阿里阿多，Nice to meet you，再会，再会，再会，高师兄，再会，谢谢大家。多谢88颗麻辣子阿强。做着人生要紧的头一站，着啥有志气？我是一个时候，受人欺辱，被所爱的人放散，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。消极的人，有的自杀，有的伤害对手，你看咧。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、甲恨、毒，免着惊。今仔日来这个酒酒饮酒，不是我的目的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的啦。这3年来，我拄着男子的志气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我的名声，利用我的成功甲发展。今仔日我就是要来报复你的啦。记住，不是阿婆。人是伟大的力量，你千万唔通袂记得就好。你谢谢3周来宾演唱《新男性的复仇》。你怎样离开？我的身边，叫我为着你，
每日心稀，深深思无你，心爱的紧回来，紧回来。 身边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头早捌一条红花髻，乌的目睭圆圆圆，瞪起来真迷人。啊，瞪起来真迷人。 来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今麦心情如何？你有做文林啊？哎，我文林啊，当初嘛是文相老师给我好的名，对，印象真深嘛吼。老师文香姐是特别讲遮家己参与着今仔音乐会，听较紧。你伫后台一直看着这个荧幕，你说你感触很多，是不是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？首先，我先爱感谢今仔日所有来甲阮捧场的这个来宾朋友、观众朋友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罗兰。你无弃养，谢谢，来甲阮支持，感谢。嘛，四姊妹，你看，名拢袂记哩，但是相信是很多人的记忆。我们来回温当年，好不好？我是为着这场演唱会，才来学这条歌。是，我嘛是，结果伊唱比我较好。无啦，你天后呢？是，在座咱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咱热烈拍声，60档无唱啊，可怜四姊妹欢迎啊！感谢，谢谢。 啊，
来享受一下，这就是叫做美酒加咖啡，来回味伊今仔日所种种发生的这个代志，佮刷落去呢，咱还佫有足侪精彩的这个节目，要来为你。接下来表演是由钟兴民老师率领的管弦乐团跟电声乐队跨界的合作，同时也要让我们欢迎接续登场的金曲歌后曹雅雯，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《恋歌》，掌声欢迎。
真快乐，真快乐。也市的人也会弯头看过来，青涩的夜幕也会弯头看过来。你我是一对鸳鸯青春的情侣，今夜是我甲你的结婚的暗暝。咱散步好夜，无来见面，若无甲你来同情我真爱你。少年时也无浪费心中快乐，有你甲我做伴的永远暗暝。真快乐，真快乐。你甲我同着一回，搁再来一回，予我来看你笑容，搁再来一回。你若是真正爱我，搁再来一回，为你来烧了生命结婚的暗暝。若想起一年真也不知，若是想起。有人提要求，叫我来唱故乡的情歌，唱着遥远的轻佻的情歌。虽然在那像那的，真是故乡情，着你。茫茫的相思，因阮心悲哀，流浪他乡的黑暗酒家。虽然是为着生活，阮好的。准备好未？正面的人会晓唱无？中的朋友会晓唱无？上台，欢迎你们，再度的谢谢。两位所朋友来介绍这个歌曲，到今年已经一架组60年的歌。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台上的文家班，要一起为大家献唱这个歌曲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，掌声欢迎。谢谢。
心所爱的文夏纪念音乐会，要与大家再度分享文夏老师每每在演出时的压轴 Uncle 曲。这也是台湾这块土地有史以来被翻唱、被诠释、传唱度最高的作品。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念文夏老师，也一起为台湾这块土地共同唱出红婚的故乡。
文夏最喜欢亚素朋友这回表演，伊马祖希望有机缘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庆功宴。感谢今天的观众朋友前来参加文海人生今天的这一场庆功宴。我们要向天上的文夏老师再度表达敬意，更要感谢每一位台湾宝岛这片土地努力过的每一位前辈，每一个人。特别要请台上的演出者，让我们一起深深鞠躬，谢谢幕前幕后的每一位伙伴，更要特别谢谢与会的各位嘉宾，也要特别为您表达感谢，更要深深一鞠躬，谢谢最心爱的文夏老师，让我们一起深深一鞠躬，谢谢大家。心所爱的文夏纪念音乐会到此告一段落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要跟文夏老师期待再相会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，谢谢。请大家也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最优秀、最棒的音乐大神，这些乐手老师，为他们掌声鼓励。谢谢幕前幕后所有工作伙伴，谢谢所有参与的每位工程人员，谢谢所有的艺人还有经纪人，再度谢谢你们。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拜拜。你们喜欢哦，这个演奏超棒。